聖經士師記7章第2節，耶和華對基甸說：跟隨你的人過多，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，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。呢度俾我哋見到當日願意跟從基甸嘅有好多人。神話太多，結果呢嗰啲懼怕嘅翻去，結果剩翻有22,000人離開，剩翻1萬人。神說仲係太多，神要再挑選出嚟。弟兄姊妹，呢度俾我哋見到，你願意侍奉神好好，但有時唔係話你願意做就神要你，係嘛？好似大衛咁，願意為神做聖殿，神話唔要大衛建造聖殿，因為佢係一個勇士，佢嘅手流咗好多人嘅血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神願意你侍奉佢，快快嘅謙卑嘅嚟到去願意被主使用，服侍主好得無比，求主幫助，願意被神使用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